若讲起台语，也是台湾逐种本土语言的未来，大部分人拢是真悲观。尤其当愈来愈侪少年仔对台语、客语等等本土语言毋但袂晓讲，甚至是听无的时，对第二本土语的人来讲，确实是互人足着急的。因为咱的烦恼伫咱还袂老的时，就无搁再有少年仔听有咱咧讲啥，所以咱会去怨叹啥人明明会晓讲母语，煞甘愿去做无甲囡仔讲母语的外头族。咱会去比较倒一个牧师台语无练转，倒一个牧师袂晓讲台语，甚至咱会去批评教会伫联合礼拜时无讲台语，也是已经无台语礼拜啊。遮个代志的确是会互人感觉可笑，甚至是失望。总是每一个人咧选择要讲啥物语言，要用啥款语言甲人沟通的时，本来就毋是干那考虑要啊毋尔，毋但爱考虑对方也是第一较听众的背景、家己的能力，或者是所要讲的内容甘通正确来传达。甚至若是拄着多元族群的场合，所爱考虑的代志是愈侪。语言即件事，当来甲伫公众的场合，就毋是干那沟通的工具、民族的象征遐简单啊，会产生更较复杂的政治问题。咱若毋知影，也是无去想遮个问题，就去指责人无讲台语。有当时误会就是对遮来的，甚至可能会有无必要的纠纷，颠倒互台语路愈歹行。所以咱着用什么款态度来看待今仔日的语言运动？除了鼓励人爱较直讲咧，咱了通创啥？以下讲两项互大家参考。首先，我真爱一个例，就是台语 WiFi。确实伫即摆环境，要主动讲台语，也是各种的母语，拢无遐简单。所弹出去的话，对方无一定接袂起来。总是咱家己着诚做母语的 WiFi。互身边的人知影，甲咱讲母语是真轻松、无压力的，袂因为讲了无练转就放铁笑。换句话讲，咱爱诚做迄个互人愿意讲台语的人。咱若诚做即款人，身边讲台语的人定着会愈来愈侪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是讲，咱会晓讲的人，着做伙来创作，甲咱的母语写落来。未来就会诚侪人学习语言的材料，咱爱互人有丰富佮多元的学习文本，人若有一工要学，才有够价材料通使用。这两项是真要紧，嘛真值得咱做伙来思考甲实践。今仔日的台语文读物愈来愈侪，佮有现代台语译本的圣经出版，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台语文运动的成果。咱即马所爱想的，凡说毋是人倒位做无够。颠倒是较爱想讲，咱会当搁做啥？愿咱正有志，做伙来拍拼，继续开阔台语路。